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高人惯精神，连电脑拢会晓滚土豆啊！即摆 AI 的人工智慧也真高。咱来看这个歌手陈珊妮，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伊进前发表的这个新歌，毋是伊本人唱的哦，是人工智慧 AI 学习陈珊妮的声音资料，模拟伊的声音所唱出来的歌。咱做伙来听看卖讲，你究竟有法度分出来无？ 查甫的歌声甲收落来查某的歌声，你敢约会出？倒一个是人唱的，倒一个是 AI 唱的。爱人，思念你，思念的。这首歌是金曲音乐人陈珊妮伫顶礼拜白色情人节出的单曲《教我安怎做你的爱人》，嘛捌请真侪音乐制作人听过。不过，陈珊妮甲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出面讲，其实歌声甲唱片的方面是 AI 人工智慧产生的，唱歌的并不是伊本人。我的确是会抖一下，就是因为毕竟我还是在线上的歌手，自己会质疑这个创作人跟歌手的价值感在哪里。规条歌是用 AI 人工智慧的技术，透过出题陈珊妮录制几十笔高品质的人声资料，去学人的感情、唱调甲唱法，修正音准了后所产生的歌唱的能力，佮透过剪接甲人为调整来完成。AI 的声音真感，强要甲真人相共，嘛是 AI 台湾人声的大突破。因为过去大家对这个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是藉由这次的发布，科技跟艺术，我们勇敢的一起站出来，告诉大家，这个世界已经到现在这个阶段。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表示，版权也是分红等等，当然阁有另外的讨论。因先把这个基地弹出来，之前有 AI 主播，到即马有 AI 歌手，互外界知影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坎站，未来的创作会愈来愈多。记者电话里开台北采访报道。